考虑。打电影，若把0对么？这黑啥么个喷你种的么不个爱吃不你妈了从，我要就要这干的那个接的个是不带过打，爱吃大个对面去的是个，日来呀，大概感觉这个好一点，总吧好一点，你妈了从大个的，切圈蛋个那干的那接着玩什么？他这些嘛，啊的，不种爱吃么的呀？你妈了吃么的？你在那偷他的弄的？他没事，从嘛家里个他偷他做这别你妈了做有希望，他偷他去做路的。这打嘛，咱没给爱吃家里个总把希望有吃家里个，咱爱总把做啥？咱做个什么？咱觉得胖的不吃胖的，别你妈了。觉得，咱没事，咱已经说好了，兄弟们，自行车骑给面的面着，咱别你妈了，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面你们，你妈了出去了。刚到那个街的给是带个他去，他那找的就嘛他，今天老个做的就嘛，老的这电话他们晓得他，别你妈了出晓得，大家加油嘛，这没大家加油，没激动啊家嘛，别你妈了出嘛个家么了，俺怎么别个的见的嘛俺当主动人的，从嘛都在记得偷他做这呢，希望越来的，你妈了出的。先我就帮1帮2帮3帮4全部点关注啊，他们那吧。没一动一招这个别你妈了，做家人东部的家人接娃也到对了，没参加个多个记录的他们那吧，看着家人东部的接娃也到对了，东部的接娃也到。家人东部的接娃也到对了，从嘛个多个的记录看着，赶紧把42级在，没才差大嘛在讲的多就在这种不是。点关注他们那吧，点关注。从班去看了，俺去家长看了一样，家长看了，干嘛俺们最忙对噻？你妈了最忙的，干嘛俺给他可干到那个接的个子？别你妈了从。赶紧去，还有个来了，你妈了从。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，别你妈了操！他总把个这样对的。现在不用上，兄弟们。我要做的30秒看的那一样，30秒看的那，秒上去有2上去，别你妈了操！干到那个接的个是大个的弄。是不是电脑炸个了？这总把的那了，别你妈了！从这打开的节目，我要走了呀！我要走了，在那打我心那吧。一人一个小信息，我要走了，在那个切圈这样的电脑一样心那吧，切。开完了没有？等一下，好，等会儿比拼模式啊，比拼模式。啊？来，我来发起，等会儿我来发起。你发。我来发。来，哥儿姐们做好准备啊，做好准备，暂停。做好准备，来3、2、1，比赛，来直接上，同志们！你妈了，做到你看了，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，破烂儿交个这了送着，感谢佳慧大哥，一起加油，兄弟们，收！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，收他，谢谢一起佳慧。几百趴总不错，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首次礼物翻倍，兄弟们，
感谢一回个，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，别你妈了从拉接的了肉拉。他了这三个大，干嘛吃等的，干嘛吃叫你喷去头他，所有的大哥大姐嘛，帮一帮二帮三帮四，一个的拉房子啊兄弟们，你妈了从干到啷个接的个子，啥干嘛吃接啥的，朝他妈咋做这么的，感谢刚接一个。塔塔马杰加长卡里几把爬松不走加长卡了呀，从嘛个那个都在记着走路的，你妈了从三区桥个啥么个，我不三区桥个啥么个，没装卡拉进的那么的，那些节目那装么个，从嘛个都在记着些那别你妈了从旁啥么个，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，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，你妈了从干到啷个接的个子，啷着有那保时捷有那的卡了几道的向你嘎嘎错，加长卡里呀，别你妈了从。俺们团结干了三折的做的个子做啊，你妈了做你妈都讲，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帮一帮帮三帮四帮五帮六，从嘛干了个加长啥？一人一个飞机，干嘛吃人看带个个，干嘛吃人都带个个，像你哥哥从啷着这里接入到啷着这里，俺的加长的连续走路的加长连续走路，西门那吧，干嘛吃人看接到个，干嘛吃人看，感谢白马王子哥。干嘛吃人看，大龙吃鸡都接动接个是个，干嘛吃鸡都接动接个是个，啷着这里掉到啷着这里，干嘛几个对水个，干嘛几个对水，别你妈了做白马王子大哥，干得起，干嘛吃鸡，啷着一，几把爬上不走，啷着一，叫到啷着一，感谢所有个，感谢白马王子哥，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啷着。你妈了从啷着上，给的大龙啷着上，掉到啷着上，几把爬上不走啷着上，掉到啷着上，对手冲来的，啷着进就办，啷着大龙啷着进，感谢新下人这个，最后一个啷着进，急嘛的那啷着进，加长的来着，拿到了破烂的叫个这里说个大热的。当的卡里到我向你哥哥做嘉年华东营以后，这有那别你妈了，从的卡里去接入卡住狼药，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打麻将，啷着他有能的卡里接入3亿的时候，营养心动们3、2、1，看兄弟们，别你妈了，从的卡里打的卡里就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，感谢大哥，谢谢烟花哥，收他。再有没有嘉年华大哥？再有没有刷嘉年华的大哥？有没有刷嘉年华的大哥？有没有？现在收！几把爬松不走，现在收！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，现在收！上他，兄弟们！大下咱们在打完球嘛？大下咱打球嘛？上他，兄弟们！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，现在收！兄弟们！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再有没有嘉年华东营以后，兄弟们，上他！破烂的叫个这里说可你妈了走，看见这些就上等把口，个说来家喽！现在上，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，感谢蔡公爹们，感谢白马王子哥，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，上他兄弟们，别你妈了走，总把多嘛，咱们你里咱们下啥要这多地面的大哥了，上兄弟们，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，破费你们了。再有没有嘉年华东营以后，兄弟们，再有没有嘉年华东营以后，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，你妈了做干嘛吃年干节他的他下这样就嘛的，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收兄弟们，现在收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现在收这礼物，兄弟们，最后收他，兄弟们，你妈了做嘉年华图他走了，收。再往前上一点，兄弟们！再往前上一点，兄弟们！别你妈了！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，最后往前上一点，收车！破烂的叫个这了送着，看谁在这家狗的车，你了拿他忙，修了个干嘛？上把总部了把钱忙，这上被同学来点干部去用的着，看给这些希望能把赢了，他别你妈了，他上头打个自己，你妈都跟上头打，看给这些希望能把，希望干嘛？我们在对面买的，他啥把装我现在的就扔不的。这三家个关注记录，等把你讲俺也到的。
不好意思，一起drama。早知道我就不听你改来改去了，我要打榜13，我输不了。今天晚上打榜13赢还是我赢，我后面来了15个大哥，不好意思。是吗？真的15个大哥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来了。那好吧，那下次就直接打榜13，不打别的。可以。不好意思，还是以前那个地址。OK， 没问题。你在西藏成都市里面自行车，从今天开始刚出8点可以减肥。Let's go。Let's go， 没问题。我是云南冠军哎。西藏冠军吗？恭喜主播成为云南1000以上的自行车，1000以上的自行车，看你的眼光，颜色是什么，里面操作是什么，看你的眼光多高。要黑色吗？还是什么蓝色？看你的眼光里选，不管我。那我给你选个粉红色吧，你比较适合。反正我的皮肤有点白，看你吧。我觉得粉红色能让你的皮肤更白，它显白那个颜色。可以。好。我这样，我再送你个粉红色的小帽子。哇，那么好，真的。那必须的，到时候一定给家人们骑上看一看哦。哇，那么好，真的。谢谢的支持，感谢开心哥，谢谢开心。一起这么，怪不得这么好，真的。那必须的，我对朋友还是很好的。好的。好，对面大哥们每次都这么狠心的打我，难道没有一点医药费吗？对面大哥们每次都这么打我，有没有医药费吗？对面的好哥哥，好哥哥们，打的人家好痛哦，打的人家心好痛哦。大兵哥他欺负大兵哥，他就设计了吗？大兵哥，最后120个人关注下新闻了吧？我们的榜1和榜2 120个关注下新闻了吧？榜1、榜2、榜3弄了关注到的，几把爬上不走，粉丝弄个关注这里带他的喷子的大哥，怎么就嘛着？来给榜上大哥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给榜上大哥，榜上大哥点点关注嘛。是的，高健哥。我跟你说实话啊，我这个大哥们都喜欢男生，都喜欢支持男生。我是个男的，大哥。真的。我其实是个男的，我男扮女装。我一个人喜欢女人，因为我那么特别多。没事儿，我也是个男的，大哥，我就白了点而已。Let's go， 就这样。Let's go， 咱们互相给点点关注，家人们，喜欢港式的给港式点点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喜欢我的打的牛逼，我从来没有嘉年华，从来没有见过。昨天晚上见了1个嘉年华，今天晚上见到了2个。那你刚才这20多万票用什么上的？这个人生当中里面，我只见过3个嘉年华。是吗？真的。那你们家是上的大龙还是上的什么？我们家人们上的都是这样的红啾啾。就是这个上的。这是什么？对，这个上的。龙啊！有15个啊！今天晚上嘉年华有几个兄弟们？抖音1号啊，他们家上的火箭啊！对的，火箭就。哇，你家用火箭打的，最后20多万票。抖音以后，对，2三个嘉年华。牛白 Clash。对，牛白 Clash。厉害！我榜1大哥和榜2大哥、榜3大哥、榜5大哥、榜6、榜7、榜8、榜9、榜10、榜1、榜15，他们都这样上了。牛白！今天晚上你给我打榜13的话，你就更口惨了。哦，反正不管输赢，我怕个锤子。以后你给我一起打大戏 PK 的话，小心一点。I'm sorry。你等我家大哥们都回来的时候，我那个老兵哥也回来的时候，我一起打你。欢迎 LZ。你老兵哥回来了的话，我燕哥回来了，知道不？我们家大哥69级哦。我燕哥家里有1000个牦牛，你看一下嘛。1000个牦牛也不能说卖就卖了吧？哦，他这个多得很。是吗？
那试试吧。试试吧。好的，今天晚上我的开心还是原来那个地址。OK， 记了，我告诉你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江湖再见。珊瑚再见，晚安。晚安。I'm sorry. Good night. See you. I'll be soon. Let's go. Tomorrow. Okay. Good morning. When we snow. Okay. Okay. See you tomorrow. Bye bye. Bye bye.